今日嘅主題係太陽能棚嘅收入係點樣計算嘅呢？以一間700尺嘅村屋做例子，安裝22塊440瓦嘅太陽能板，加埋就係一個9680瓦嘅太陽能系統。將9680除以1000等於9.68 kW， 即係每小時咧可以發出9.68度電。以香港天文台每日平均3.9小時嘅日照計算，每一日嘅發電量咧就係3.9乘以9.68等於37.75度電。太陽能上網電價計劃咧係每度電4蚊回扣嘅，我哋將37.75乘以4乘365日咧就係1年嘅發電收入，即係咧55115蚊。但係咧經過逆變器嘅轉換啦，同埋運輸中途能量嘅流失咧，大約會有20% 嘅減少啦。所以我哋咧再將55115乘0.8，一年嘅收入咧大約咧就有44,092蚊。實際嘅收入仲要考慮好多因素，例如有冇遮擋啊、落雨、密唔密啊等等。大家如果對太陽能系統嘅事有任何疑問，歡迎聯絡我。